你放心，有。对，突然有一天，我在家，他给我打一个电话，我接，喂，他不吭声，喂，他还不吭声。突然，我听，就是他。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他出去玩去了，但不熟路，迷路了。别看他现在就大咧咧的一个大美女，是不是？那时候，所以就跟小猫似的，蔫的要命，就站在路边，停车了，打开车门，走过去了，把他抱在怀里。我跟他说：“不要害怕，你的白马王子来了。”诸位同学啊，我是可风同学的初中、高中的同桌的你。我到现在啊，我还记得我们当初第一次见面时候的情景。那会儿呢，是开学典礼那一天，我起晚了，哎呀，我着急麻慌的，我赶到学校，老师就把我安排了可风同学的身边。我不是起晚了吗？我没吃早饭呢。这时候肚子呀就叽里咕噜的叫唤，弄得很尴尬。就在这时候，我身边的这位女同学悄悄地给我递了一颗煮熟的鸡蛋，我那叫一个感动啊！我看着这鸡蛋，我看着她，我伸手要接的时候，她跟我说话了。你知道她说什么？你怎么没系红领巾呢？我记在本上，我可告老师。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谈话。哎呀，随着往后的日子越来越长，我们经历了初中、高中6年的时光。可那会儿我们哪懂得表达自己的情感？